弟兄姊妹平安，我係李麗玲傳道。係新嘅一日，我哋以神嘅話語嚟開始。今日選讀嘅經文係創世記49章19到33節。呢個段落可以分成兩個部分。19到28節有關於個雅各臨終嘅時候對另外5個兒子嘅祝福，而29到33節就係雅各臨終嘅時候囑咐佢嘅仔要將佢埋葬於迦南地嘅祖墳。我哋咧首先嚟睇第一個部分，喺19到28節，雅各分別對迦得、亞設、拿弗他利、約瑟同埋便雅憫作出祝福。只要稍加留意咧，有關約瑟嘅篇幅係最長噶，有5節經文咁多，而其他4個仔咧只係短短嘅1節，又或者咧到3節嘅經文。喺呢個部分，我會將焦點咧放喺雅各對約瑟嘅祝福，就係22到26節。雅各對約瑟嘅祝福咧可以分成3個方面。第一方面就喺22節嘅裏面，約瑟佢話約瑟係多結果子嘅樹枝，係咧呢一個象徵住呢一個昌盛同埋繁榮。第二方面係蒙神嘅眷佑，喺23到25節嘅上半節。雅各咧去用弓箭手將他苦害，向他射箭，逼迫他，嚟象徵住約瑟過去曾經被哥哥出賣、被冤枉嘅苦難，但係約瑟都能夠堅強咁去面對，並且安然嘅度過，因為呢一切都有神對佢嘅保護同埋幫助。我想請大家留意咧24到25節嘅裏面，雅各點樣去稱呼嗰位保護約瑟嘅上帝呢？雅各話上帝係以色列嘅牧者，以色列嘅磐石，就係雅各嘅大能者，你父親嘅神。呢度雅各似乎回想到上帝過去點樣去保護看顧佢自己，例如喺雅各逃避以掃嘅路上，喺伯特利夢見天梯，上帝俾雅各安慰同埋應許，佢就將所枕嘅石頭立作柱子作為紀念，所以佢稱上帝係以色列嘅磐石。當佢離開拉班嘅屋企，舉家前往迦南地，重返伯特利嘅時候，上帝直接將佢嘅名字全能者啟示俾雅各。當雅各年老嘅時候，佢好深刻咁去體會到耶和華係牧養佢一生嘅神，所以佢稱呼上帝係以色列嘅牧者。雅各藉住呢一切，佢要表達嘅係乜嘢呢？佢要強調嘅係雅各以色列嘅上帝唔單單只係保護祝福雅各，亦都要將呢一份嘅祝福同埋眷佑傳到約瑟嘅身上。接住落嚟，我哋睇第3方面嘅祝福。第3方面係蒙神嘅賜福，喺25節嘅下半節到26節。呢一度我哋會發現到好密集咁去連續用到咧，即係5個嘅祝福啊，對約瑟，包括乜嘢咧？天上所有嘅福，地裏所藏嘅福，呢度係指到農作物嘅豐饒，生產乳養嘅福係指到後裔眾多，畜牧業嘅豐富。最後喺26節總結嘅時候，雅各對約瑟嘅祝福係勝過佢祖先嘅祝福，亦都勝過約瑟嘅眾兄弟。由此可見，約瑟雖然喺雅各嘅眾子之中排行11，但長子嘅祝福卻由佢嚟繼承。接住落嚟咧，我哋就會去睇第2個部分，係29到33節。呢個部分就係雅各臨終嘅時候，去囑咐佢12個兒子，要將佢葬於迦南地嘅祖墳。有一點咧，值得我哋去注意啊！喺短短5節嘅經文嘅裏面咧，雅各好多次去重複咁去講明呢一塊家族嘅墳地嘅位置係赫人以弗倫麥比拉田間嘅洞，係亞伯拉罕所買嘅。呢個反映咗啲乜嘢呢？落葉歸根，邊度係雅各嘅根呢？冇錯，係迦南地。
因為嗰度係上帝應許俾亞伯拉罕嘅地。當年亞伯拉罕憑信心將呢一塊地買落嚟，表示佢相信神賜地嘅應許。雅各臨終嘅時候，亦都確信神嘅應許，所以佢吩咐佢嘅仔一定要將佢安葬喺應許地。對應許嘅確信就係咁樣一代一代咁樣傳承落去。雅各一方面將神對佢嘅祝福傳遞俾約瑟，另一方面亦都承接咗上帝對先祖亞伯拉罕、以撒嘅應許，咁樣就見證住祝福同應許嘅傳承。各位弟兄姊妹，你希望傳承啲乜嘢俾你嘅下一代，或者你嘅屬靈嘅兒女呢？讓我哋一齊禱告啊！親愛嘅天父，多謝你讓我哋能夠認識你，得着呢一份寶貴嘅救恩。主啊，我好希望我哋嘅下一代都能夠同蒙如此嘅恩典，認識你，侍奉你。求主幫助我哋喺生活當中作美好嘅見證，讓呢一份嘅傳承唔單止用口嚟傳，更加係用生命嘅見證嚟傳遞。我哋同心嘅禱告係奉耶穌基督嘅名求，阿門。